等。我哋跑步嘅除咗努力訓練之外，所有配備都好緊要，衫褲鞋襪。但係仲有一樣，你哋可能遺留咗嘅，究竟係咩？跟住嚟 ，Let's go！ 翻嚟啦，就係呢個德國科研鞋墊 Footdisc 同 Casual。平時我哋隻鞋嘅鞋墊就係咁，喺毫無保護嘅情況之下，長期着住嘅話就會令到我哋肌肉代償，包括腰酸背痛啦、膝頭哥痛啦，同埋足底筋膜炎。而家着咗 Casual 鞋墊之後，你睇下。非硬式矯正設計，佢哋嘅動態足弓支撐，穩定落地，減少內外偏翻擺動，提升整體控制力。3區域功能結構，前中後360度穩定支撐，透氣抗菌面部，高科技3層設計，透氣清爽，抑菌除味。3款鞋墊適合唔同腳型嘅你。睇翻你自己嘅腳型，檢查膝頭哥對齊情況，選擇鞋墊，用翻尺寸表，選擇自己穿着嘅 size。如果唔識就揾翻我哋門市同事幫手啦。試到你啱，無論你係跑步、日常翻工定係長期站立嘅人士，我哋有唔同功能嘅鞋墊，一定有一款幫到你㗎。而家打 PB 鞋墊，俾個優惠碼你，一律8折，買翻去，跑得更長，跑得更遠。